有時都要挑選一個啱嘅舵手啊。冇錯。咁啊，見到呢一場女子錦標賽8個航道啦，啱啱6號線道咧就係缺席啊。咁啊，賽事啱啱正式開始啦。喺上高數落嚟第2條艇呢，亦都係7號線道。頭先多次提及九江雙晶女子龍舟隊，咁啊確實個起步咧非常之快喎。係做得好好啊！你見到其實由頂望落去咧，見到佢哋嗰個槳嗰個動作啊，不論係回槳啊、落水啊，全部都係做到好一致。佢哋個發力咧，亦都係同步得好緊要，係。咁因為如果你發力其實可能喺水面。即係我哋喺呢個角度，其實睇唔到水底裏邊係點樣做，但係咧喺水底裏邊，其實稍為有一支槳，有兩支槳係錯咗個節奏咧，就會變咗係閘水嘅，就會影響咗個船速嘅。我諗係咪控制個槳嘅角度都好緊要啦？即係大家入水要一致，出水要一致。係台上1分鐘，台下10年功。咁其實每一下蛙水咧，其實入水嘅角度啊，幾時掹上嚟啊，點樣去轉腰回翻上去啊？攞個節奏啊，拉幾長啊，手腳點樣去做個槓桿比例啊，咁等等其實就咁睇落去好似個動作好似好簡單，但係其實要重複練習、反覆練習好多次，你先至掌握得好。哇！呢個角度睇嚟咧，7號線道九江雙晶女子龍舟隊啦，係非常之有優勢，亦都係領先咗1條半嘅龍舟出嚟啦。咁啊，見到啦，亦都係開始用一個好淡定嘅槳頻啦，都唔使點樣加啦，一直 keep 住個優勢。咁而家見到5號線道就係嚟自菲律賓嘅隊伍 Philippine Dragon Boat Federation。哇！真係喎，個節奏好似都係咪拉開咗之後咧，都可以稍稍慢翻落嚟啊，保留體力準備稍後嘅決賽啊。睇到啦，已經。睇唔到有任何龍舟喺後面啦。係啊，因為呢個就去到衝刺嘅位置啦。7號線道九江雙晶女子龍舟隊咧就順利完成。哇！勁過我哋第1、2場睇個邀請杯喎，真係啊！所以你話勁過男子隊，真係都唔係浪得虛名。同埋我諗贏咁多，去到最尾都唔需要玩咯，幾廿米啦。仲要收埋力啦，所以都幾期待喺決賽嘅表現啊！都幾勁喎！如果咁樣睇，你個獎品係快人哋幾多倍咧？你睇下，其他人玩嘅都未到。而啦，女子錦標賽咁喺嗰個嘅第1名啊，就係九江雙晶女子龍舟隊2分12秒嘅成績。咁啊，第2位咧就係菲律賓嘅代表啊。咁啊，我哋聽一聽咧，我哋揾嚟嘅一啲訪